信众虔诚参拜，跋杯要甲神请回去。然过遮的神甲一般的无共款，原本是供奉伫鹿耳门神母庙的镇殿大马头前，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无人请回去，放到无所在通好放，庙方只好打出广告，放伫高王殿等待有缘人。农历11号迄早起请落来，差不多有伫咧40-50吨左右啦。啊，伊就即几工就俗俗一直跋杯出去，就剩倒面遮尔。是啊，六个神6杯落地安尼，啊，你心明伊若地咱，咱嘛无法度啊。啊，咧跋伊欢喜，安尼地咱转来安尼。遮的神尊奉叫做罗南神，通常袂替神，只要感应到缘分，拢会当来迎请。不过，民俗专家提醒，一定要想清楚。所以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一眼看过去，用眼来看你有没有眼缘，一礼拜去甲上香一届，等甲你有做梦，这就代表你甲你有缘。这类现象愈来愈多，通常是长辈留落来，少年人无拜拜习惯。若是要废弃，其实真简单。把该尊神像拿到大庙的炉，买块金纸去金炉，给毁掉，互恭请回归本位。台湾有侪侪香火旺的宫庙，建制的时阵收到侪侪神像，其中开基玉皇宫大约有80尊，以关公、妈祖、观音占大多数，就连释迦牟尼佛、玉皇上帝的牌位拢有。即马暂时放伫咧庙内，未来看时机开放信众结缘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